各位家長，你哋好，歡迎你哋返到嚟輕鬆教養實驗室頻道。我係嚟自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我哋今日嘅主題係升小一嘅準備。升小一要適應嘅範疇包括環境、常規、學習、社交同埋自理。校園環境方面，幼稚園比較多玩具同埋遊戲設施，比較色彩鮮豔，而且校舍比較細，每班都只係得14至30人嘅。而小學嘅課室都比較傳統，每個小朋友都會有自己嘅一張台，校舍比較大，要揾唔同嘅課室上堂同埋揾廁所都可能會遠啲，而每班就會有30人左右。常規方面，幼稚園嘅活動時間比較長，有固定嘅上課時間表，每次嘅時間都比較短，老師亦都會定期帶小朋友去排洗，又有茶點時間，因為全時間都有老師同小朋友一齊，會比較多提醒到小朋友。而小學上堂嘅時間比較長，每日嘅上課時間表都唔同，小朋友都會喺小息時間入邊自行安排去廁所同埋食茶點。由於老師只有課堂時間先喺課室，亦都較難提醒到小朋友，校規亦都比較嚴謹。自理方面，除咗頭先所提及老師會帶排洗之外，幼稚園都要攜帶比較少嘅書啦，同埋得比較少嘅物品。小朋友唔需要自己安排寫手冊。而升到上小學，小朋友就需要自己安排時間去小食、去廁所，亦都要帶大量嘅書同埋用品，同埋佢哋要按時間執拾書包，亦都要記得每日喺黑板抄寫手冊，返到屋企要完成功課，需要自己負嘅責任就會更加多。學習方面，幼稚園會以遊戲、活動等等輕鬆嘅形式進行活動，時間亦都比較長，而教學都係主要以主題式嘅教學，功課量比較少。上到小學之後，課堂亦都係以比較嚴肅嘅方式教授，上堂嘅時間相對比較長，會有更加多唔同嘅科目要學習，功課亦都變得更加多。另外，亦都會需要應付默書同埋考試。社交方面，幼稚園入邊嘅同學年紀比較相近，而每個小朋友都會有2至3位老師係比較熟悉，師生比例比較低嘅，因而老師會比較容易注意到小朋友嘅需要同埋照顧佢哋。但係上到小學 K3 嘅小朋友就會變咗小學最細嘅小朋友，唔同嘅哥哥姐姐都係非常高大，每一科會面對唔同嘅老師，初時小朋友可能都會需要時間去記住佢哋個名，而且每班可能都淨係得1個班主任，師生人數比例高，較難去個別留意到小朋友嘅需要。面對升小學，無論係家長定係小朋友，都可能會出現唔同嘅情緒，可能因為學校環境變大，可以認識新嘅朋友，同埋可以自己安排小息嘅時間而感到期待，同時都可能為咗上堂要坐好耐，功課變難咗，同埋熟悉嘅朋友、老師唔喺身邊而感到擔憂。作為家長，亦都可以預先陪伴孩子適應，幫佢哋建立能力感同埋信心。而我哋自己亦都可以喺過程當中預先準備應對小學生可能會發生嘅事情。陪伴小朋友嘅適應，首先環境上可以提早帶小朋友去學校參觀，了解學校設施同埋學校附近嘅環境，亦都可以教導小朋友向老師提出需要。有地方唔識去嘅時候，就可以問老師。如果小學有小一適應相關嘅活動，亦都建議家長可以幫小朋友報名。常規方面，我哋喺呢個假期裏邊，亦都要幫小朋友慢慢建立時間表，調整佢哋嘅作息時間，尤其是係瞓晏覺，同埋調整朝早起身同埋夜晚瞓覺嘅時間。除此之外，亦都要加強小朋友嘅時間觀念同埋對時間嘅管理，要學識睇時鐘、流程表等等。自理方面，我哋都可以幫助小朋友提升生活技能，例如自己去廁所、自行梳洗、整理個人物品，亦都可以預先同佢哋揀有佢哋中意圖案嘅書包、筆袋等等嘅返學物品。開學之前亦都可以俾佢哋學習同埋練習按照時間表執書包同埋建立分類嘅系統。學習上就要了解小朋友嘅能力同埋學習模式。4至6歲嘅小朋友嘅專注時間係12至20分鐘，而去到7歲至10歲就可以有20分鐘嘅專注時間。當然每一個小朋友都係唔同，佢哋嘅專注能力都有機會有唔同嘅長短。我哋都可以把握機會，透過小朋友有興趣嘅事情嚟提高佢哋嘅學習動機。記得無論係適應嘅時間定係開學之後，都要安排一啲輕鬆嘅活動俾小朋友，關心佢哋嘅情緒壓力。喺社交上，我哋亦都可以教導小朋友基本嘅社交禮儀，例如一啲禮貌嘅支持，點樣認識新嘅朋友等等。亦都可以預早教佢哋點樣喺學校尋求協助。例如，如果上堂期間唔舒服嘅話，就要舉手話俾老師聽。有時候教佢哋點樣表達自己嘅意願同埋想法，
同時都要學習點樣接受同埋拒絕人哋嘅邀請。最後，作為父母，面對小朋友升讀小學嘅挑戰同埋期待，記得都要先處理好自己嘅情緒，細心傾聽了解子女面對緊嘅困難，多啲欣賞同埋鼓勵佢哋，俾時間同埋空間佢哋進步，同時提供適當嘅支援，等佢哋感受到就算有時係好難完成嘅，我哋都會有自己嘅陪伴同埋支援嘅時候就會做到。最後就係要看見子女嘅獨特性。每一個小朋友都唔同，都會有自己嘅強弱項。我哋要欣賞小朋友嘅優點，亦都要接納佢哋嘅不足。唔單止係睇小朋友嘅成績，而係看見佢呢一個人嘅特質。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歡迎揾你哋嘅駐校社工幫手。如果你哋想了解更加多小朋友嘅資訊，就記得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啦。多謝收聽輕鬆教養實驗室頻道。我哋今年度嘅分享就嚟到呢度，拜拜。